伫议长郭信良的带领，包括议员李中琴、副议长林炳利、甲议员黄丽椒服务处的代表，共同前往四车里带上民众的厝内慰问。议长表示，透过当地里长的反映，知影带先生平时甲78岁的妈妈，甲2位小弟住做伙，妈妈目睭失明，需要人照顾。你大汉小弟因为癫痫，日前佮跋倒受伤。一个人爱照顾2位，佮无钱人请看护，因此特别捐赠5万块的慰问金，加2领毛毯，希望会用帮助带家渡过难关。蔡姓人士呢，家境虽然有3个兄弟，但是他的母亲呢双眼失明，没有办法在家中需要留一个来照顾。还有第2个呢，已经呢属于重症、重病1类似的那他一个人在这边必须要照顾2个急需照顾人，因为没有钱能力请看护，那就陷入一片低潮和苦境。那幸亏他第3个儿子呢，出外去打杂工领取微薄的工资来度过一家4口。这种情形呢而且他又是社会的边缘人急需善心人士加以伸手援助，让他们能够度过一个好年。在此希望呢他认识一位抛砖引玉，那也希望善心人士能多加关心关怀，让该户人员呢能够快乐平安度过一个好年。除了议长、议员甲议会董事前往慰问，另外安南区长叶志明嘛甲社会科的承办人员同齐到带家来访视。目前家属已经提出申请救助，未来将邀请善心会做伙来帮忙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